大家好，这期音频是著名的经济分析师、联华资产首席投资官洪浩总在近期的访谈中，对香港恒指的走向、流动性、美联储是否会继续降息给出了最新的分析。他认为，鉴于当前的流动性和通胀的压力，美联储在12月降息25个基点，并且会停止缩表是一件大概率的事件，并且他判断恒指会涨到3万点，相当于 A 股到4000点。这是一个肯定會發生的事情。下面呢，我們就繼續來聽洪浩總的發言。大家好，我係洪浩，歡迎收睇洪浩策略。其實好容易嘅啫，係啊。咁我覺得經貿關係、經貿談判有成果啦。咁延長呢個關稅嘅呢個停火協議咧，延長咗1年啦。咁同埋我哋會重新公認稀土啦。咁但係咧就對方亦都要作出好多讓步啦，譬如話。呢個對於芯片嘅管制等啦，咁其實呢啲都喺談判嘅範疇入邊嘅，咁所以我覺得喺呢一關過咗之後咧，咁其實譬如話美聯儲繼續減息啊，譬如話北水南下，譬如話我哋國內新嘅政策出台啊，等等等等，其實呢啲都會幫助我哋港股向上繼續向上行。下一個目標位，我覺得應該係去到3萬樓上，即係好似類似 A 股去到4000點咁啊，係呢個10幾年冇見過，係咁所以。我覺得大家仲係太悲觀啦，即係對於呢個市場就係太悲觀啦。咁其實我哋今年或者我哋過去幾年睇到嘅科技股嘅上升啦，同埋今年以來睇到我哋喺科技上面突破啦。咁其實我覺得呢啲係未有完全反映喺股價。我覺得價值股比較大啦。咁我前嗰排係推過銀行股，咁其實銀行股係比我想象得升得要快啊！好似農行2個星期升咗20個點，哇！大佬咁大個股票喎，咁我覺得係超越咗我預期啦。咁但係我認為整個板塊仍然係有機會嘅，即係當然一個輪動咧，佢個資金唔係話一條直線嚇賣晒啲成長股嚟呢個價值股，唔係咁樣嘅。咁佢會慢慢喐下，佢識食嘅。咁所以大家要有啲耐心。咁但係呢個輪動肯定已經開始。第二就係有色工業金屬、有色金屬，咁譬如話銅啊、鋁啊呢啲咁嘅東西啊，咁我覺得仍然開始升啦，咁但係佢主升浪未有開始，即係大家都將信章，即係大家我而家嘅呢一個邏輯就係話點解經濟喺度放緩，同埋呢個經濟週期就去到呢個中晚期，咁但係點解你呢個時候你選擇買工業金屬、有色金屬？咁你點解要咁樣做？咁呢個邏輯，我覺得類似於經濟嘅中晚期，點解今年嘅股市表現咁好？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同一個邏輯，就係話呢一啲價格嘅表現啊，佢更加多反映嘅就係一個就係市場嘅流動性嘅條件嘅變化，第二咧就係話呢啲嘢係未炒過嘅。佢仍然喺個低，銅例外嚇，銅已經去到1萬幾噶啦。咁但係好多有色金屬未炒過，咁所以佢仍然喺個低位啦。譬如話你睇到，譬如話中國中鋁啊咁樣，係啊，咁今日已經升咗10幾個點，一日升咗10幾個點，我覺得哇，我覺得真係好，即係我覺得點講咧，即係佢會超出大家嘅預期啦。正係因為所有人都唔睇好，所以佢會超出大家嘅預期。咁同埋咧，我覺得有幾間好明顯嘅科技公司佢轉型成功咗嘅咁我就唔講名啦。咁啊好明顯嘅，咁呢啲公司肯定會創新高，毫無懸念嘅。咁好多人好習慣就係譬如我哋今日推咗一隻股票推咗個板塊，咁佢冇即刻升佢可能因為時運未到，可能因為 catalyst 即係嗰個觸發點未到。咁大家好糾結，或者買入去之後跌咗1日2日，咁佢好糾結。咁其實你睇到呢個主升浪，佢係未有開始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大家要有啲耐心咯。嗱，首先佢衝得太行，肯定要跌嘅。咁所以咧，而家跌翻落嚟，或者係即係呢一波炒完啦。咁你要睇你個整個市場其實喺度上升緊嘅。咁所以佢哋跌落嚟，咁但係其他股票喺度上升緊。咁所以整體股票上升，市場上升嘅話，但係幾隻個股或者即係以前炒到好行嗰啲個股，
佢喺度下降緊。咁其實我覺得係好正常嘅事，即係佢係一個輪動嘅過程啊，即係你啲資金從呢啲熱嘅板塊、熱嘅股票去到其他嘅更加熱嘅板塊、更加熱嘅股票咯。咁所以呢幾隻股票，我哋都好耐冇講過嚇，因為呢個就係主要因為冇機會嚇，暫時冇機會。咁我哋咪做啲其他嘢先。一般輪動佢需要2個季度，2到3個季度嘅。咁當然而家因為大家好心急賺錢啊，所以佢喐得好快，所以傳統嚟講2-3個季度，咁唔可以咁樣講嘅。即係你冇可能話呢個世界所有最賺錢嘅東西你都買到嘅，冇可能嘅。咁譬如我哋買咗，我哋之前啊，我舉個例，我哋之前買金、買銀、買咗呢啲所謂創新藥咩？咁其實我哋肯定忽略咗其他機會嘅嚇。咁所以我覺得唔可以咁樣一概而論嚇。咁巴菲特其實我覺得佢亦都講嗰句話，就係佢唔中意買自己唔了解嘅東西嚇，即係佢並不知道呢間公司點樣去賺錢，點樣去點樣去估值，所以佢選擇唔參與。佢只賺自己認知入邊嘅錢。我哋 A 股朋友有一句話，我覺得講得好好啊，就係如果你賺到自己因為呢個咩話，因為運氣賺翻嚟嘅錢，你亦都會因為呢個運氣蝕翻去咁，所以我覺得係好有道理咯。即係如果係投資淨係靠運氣嘅，唔係話唔得，但係唔係每一個人嘅運氣都好嘅。即使有一個人嘅運氣好，人嘅一生亦都有周期，有時上有時落，12年一個本命年咁所以咧幾年撞次呢個流年，呢個犯太歲等等。咁其實呢啲都係有即係老祖宗傳下落嚟嘅呢啲哲學咧，其實佢都係有道理嘅。咁所以你都冇可能話一世人永遠順風順水。咁所以我覺得賺自己認知嘅錢，不僅僅你賺得舒服下，同埋咧你亦都唔使即係你攞住呢啲股票，因為你知道咁，所以你了解咗呢啲股票賺錢嘅邏輯，咁你亦都唔會太晚黑會瞓唔到覺。係啊，而家係4季度中啦，接近11月，今年發生咗好多事，但係亦都帶嚟好多機會。希望新嘅一年入邊市場會帶俾大家更多嘅賺錢嘅機會。歡迎大家點讚、分享、訂閱鴻浩策略。總結一下洪浩總這場訪談的核心思想，主要就3個事情。第一，他認為美聯儲要降息，這是鐵板釘釘的事情。第二，他認為港股是要大漲的，也就是說3萬點這個目標是肯定可以達到的。另外，他指出了未來的錢應該向哪個方向去投資。我們具體來說，首先，美國降息這件事情，他認為是鐵板釘釘，因為美國的經濟和銀行的錢收緊已經有苗頭出現了，流動性呢也開始變得緊張，通脹呢這個問題在短期內是沒有辦法解決的，美國的東西只會越來越貴，這個是一個規律性的事情，這是洪浩的總結。另外，他認為美聯儲可能會從市場上抽水，也就是說美聯儲會停止縮表。他說這些信息的語氣是肯定的，所以12月降息25個基點，洪浩總的意思是這是一個大概率性的事件。關於港股上3萬點，他其實更多的是在喊大家去投資港股，我覺得是這樣的一個信號。他特別強調了大家可能太悲觀，因為今年科技上的很多突破還沒有體現在這些上市公司的股價裡面。換句話說，洪浩總的意思是這些港股科技股可能還是太便宜了，所以他認為現在是大家上車的時間點。關於未來的錢的投向，他認為主要是3個方向。首先是銀行股，他認為像銀行這個板塊漲勢已經起來了，未來還是有機會的。另外他認為是有色金屬板塊，因為市場上的錢如果變多的情況下，之前這些東西都沒有被炒過，有色板塊一旦啟動就會漲得很猛。最後洪浩總認為科技股還是很有機會的，但是呢他並沒有指出哪家科技股可能會突破前高或者有上漲的潛力。他的原話是肯定會創新高，毫無懸念。我覺得如果是科技股在已經漲了一波的情況下，後期我們可能要關注的是那些在應用上已經從傳統互聯網模式轉型到 AI 互聯網或者是 AI 模式的一些科技公司，不管是軟件方面的還是硬件方面的，再或者是往 AI
全站方向做技术转型的，只要是有这个方向或者有这样的一个 AI 动作的一些科技公司，我觉得都是可以深度挖掘的。